你係咪好勤力咁喺度發筆記？每日都喺度發筆記，但係你發親嘅筆記嘅小眼睛只有幾十個，咁你有冇諗過係咪你嘅方向錯咗？你方向錯咗，發再多筆記都冇用。咁我哋就要快速起號啦。點先可以快速起號呢？就係要提高你賬號嘅權重，提高賬號嘅權重，每一周發一條，比你每日發一條漲粉漲得仲要多。咁具體係點做呢？我話俾你知。第一，一定要一個活躍嘅賬號。咩叫活躍嘅賬號？你每日咧都要去瀏覽人哋嘅賬號，去點讚啦，去評論啦，去互動啦，咁平台先知道你係一個真人嚟嘅，先會推送流量俾你。第二，原創係權威，一定唔可以複製人哋嘅嘢。我哋可以取其精華，然後放翻我哋原創筆記裏面改編變成自己嘅嘢，咁樣就變成原創嘅嘢，平台先至會俾你流量。第三，我哋一定要把握發筆記嘅頻率，唔好一下子發一堆筆記，亦都唔好一下子一堆筆記都唔發，咁樣平台係會限制你流量嘅。而且每一條筆記要隔6小時再發下一條筆記，發完一條筆記出嚟之後，我哋要從外到裏去復盤佢嘅標題、佢嘅文案、佢嘅封面、佢後台嘅數據，咁樣平台先會覺得你係一個優質嘅筆記用戶，而唔可以一下子發一堆筆記。你發一堆筆記，平台會覺得你喺度刷流量，咁樣佢就會限你流量啦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喎。第4條非常之重要嘅就係你唔好隨隨便便咁去發筆記，唔好想發就發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喺工作日上班嘅時候喺度發筆記，邊個睇你嘅筆記？係咪？我建議你咧就喺午休時間、落班時間發，仲有就係晚上瞓覺前發。咁樣啲人先會睇到你嘅筆記啊嘛。如果未學到，你可以問我，我教你。